新北市三重埔昨发现到一口罩3个人死亡的案件，这是一个老母甲伊的第二查某囝，也有伊的孙，3个死者拢伫咧眠床顶互人发现，已经死亡超过1礼拜。遗体顶面是拢无明显的外伤，现场嘛无歹徒入侵的这个现象，所以甲因带做伙这个囝婿嫌疑重大，原体是下落不明，不过警方已经伫台中找到人啊。 便衣刑警落门，查某人当场轰掠，伊互警方撤回。新北市三重埔3死命案的重要关系人，经过警员透明调查，12早起11点外，伫台中一座土房发现伊的行踪。为什么要逃亡？有伤害公司的家人吗？抱狗仔，互带回精神。这名历社会生场的囝婿，亲像怀疑细蛋的家后有婚外情，佮甲细佬的丈母为钱争执，涉嫌伫初一、初二生后电死2个人，多连客囝也做着毒手，是安怎会对3岁囡仔下手？伊点点无回答。迅速将重要关系人张兰查缉到案，目前已带返本分局讯问。 第二囝婿案发了后，无遂逃走，为着无要互发现，亲像计用丈母的手机甲对方的大汉查某囝回信息。过几啊天了后，车辆加款行李，先坐白牌客运车，佮换其他的交通工具逃走。祖孙3代的遗体死亡1礼拜以上，10日才互发现。 跟我妈妈最后一次通电话是4月23，妈妈那时候手机还有拿给我们看，说，她一直收到一些奇怪的贷款的催缴简讯，可是催缴的名字不是她，是那个男生的名字，就是梅梅的配偶。逼问妈妈才知道说，因为这个男生有跟妈妈借了一笔钱，借了40万。 面对至亲过身，悲伤去殡仪馆专程互人扶着。昨案的记光，都是因为其他的亲人，甲死者失联几啊天，走去伊住的所在找人，慢慢想袂到，今晚就看到69岁母亲、30岁妹妹，甲3岁侄仔互棉被包着，遗体已经整起来，身上无明显的刀啊划伤，到底安怎行凶？背后动机又搁是啥物？案情由原等待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